当初会有关会这个构想，就是因为安平区一直拢无固定的地点，所以潘恩台湾地负责人特别号召花冰路的商家共同来响应，和安平区想要关会民众每个月会当就近来吃，同时透过地印等响应商家的伴手礼来回馈予爱心的关会人，创造会库甲商权双赢的局面。很希望说捐血活动都我们可以像嘉年华会一样，大家很有趣啊！我们捐血，然后附近的商家我们都可以逛过一轮，那开开心心的这样子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。我们问商家的话，基本商家都蛮意愿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商圈共荣啊，对啊，所以大家也都很配合。我们几乎有问的商家，他们都是愿意参加的，对啊。为向乡亲报告这个消息，包括配合的商家、议员罗坤福以及安平这位里长拢到场收听，到宣传第一场的关会，就伫3月3号上午10点到下晡6点，邀请更较侪人来发挥爱心，嘛认识这群爱心商店。这是在做意义，嘛是算是一种抛砖引玉啦。未来能够带动整个那个市集能够更多的人来参与。来提供这个场所，我相信是更较好。借着今仔日的媒体今天的那个记者会互较侪人听到知影，要关会来才关。台南关会中心表示，虽然目前会库的库存仍然伫安全范围，也算平稳，嘛真欢喜看到这群商家愿意替安平争取固定的关会点。不过，以目前供应予各病院的会库需求为标准，也是需要从70地以上的会量，才法度固定出车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